唔滿意人哋，即係難為咗自己。好多時候你自己太過執着嘅完美啦，呢個唔滿意，嗰個唔滿意，甚至乎有好多嘅企業家咧，佢好中意咧自己落手落腳咁樣做，因為佢只會覺得自己做出嚟先係靚嘅，先係完美嘅，自己嘅銷售咧先係最好嘅、最用心嘅。最後你就難為咗自己啦。打個比方啊，如果譬如你係唔滿意人哋嘅話，咁其實會唔會你自己檢討一下，係咪我嘅説話我講得唔夠清楚呢？又或者我唔夠嚴謹呢？又或者我從來根本都冇做過一個嘅系統去令到人哋跟我複製，甚至乎可能咧，我同人傾完偈之後，我以為人哋明嚇，我以為人哋會明白我自己完全嘅完美同埋執着，但係可能你有冇去問過呢一個人？喂，我講完啦，你可唔可以重複講翻一次俾我聽？你記住，呢個世界每一個人就有每一個嘅世界，個個嘅世界都唔同。如果你執着你自己完美嘅世界而去要求別人嘅話，咁你就等於你從來冇放低過，甚至乎唔放過自己。好片記得分享及留言。